伫咧桃园有一个宗教团体负责人，甲信徒操大讲，伊已经研发出会当治疗新冠病毒的良针，希望信徒以1罐1万块的计数捐款认买，佮讲要送1万罐到中国去做爱心，结果第一时间来就募到200万。也毋过调查局甲这罐良针送检验，根本就是骗的，这就是一般的假数。这看起来敢若柳丁接的物件，就是桃园某一个宗教团体圣孙的负责人，讲会使治疗新型冠状病毒 SARS 加这个癌症的特效药良针，就是一个纯食品，酵素的食品。我们局里有诵经检验呢，目前是没有含其他西药的成分。经过台中调查处的追查，这个圣孙的负责人是透过通讯的软体甲信徒骗讲，这是一个导于经过27档的培育的菌种，会使治疗癌症甲 SARS。佮讲2003年，和平病院以2罐7万块卖予病患，当时嘛甲信徒讲，拍算要送1万罐去中国，希望大家做伙做善事，是讲一摆上少要捐1万块，捐献的人会使得到1罐的良针。他总共募集了200万，这些信众都是误以为说呢，这真的是可以治疗武汉肺炎的解药，误以为说这是可以做善事。调查处阁发现讲，为了要信徒相信药啊是送去中国的，包装药的纸箱啊顶，阁特别印来自世界真切的祝福，甲台湾专心的关怀，甲台湾制造等等的字，伫防疫期间骗信徒的钱，警方除了依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，将圣孙的负责人起诉，嘛将要继续追查这假数的来源。